迎收聽晨鐘課，穿越信仰風暴。今日係5月16號，題目係延緩的刑罰。經文記載喺撒母耳記上3章12節。我指着以利家所說的話，到了時候，我必始終應驗在以利身上。以利對准許佢嘅兒子擔任聖職一事已經鑄成大錯，佢用各種藉口原諒他們嘅行為，以致佢睇唔出佢哋嘅罪。但係到咗最後，佢再也不能對兒子嘅罪裝聾作啞。百姓埋怨佢哋嘅暴行，呢一啲令大祭司甚是憂愁，佢不敢再保持緘默。但係佢兩個嘅兒子從小就專顧自己，所以而家佢就目中無人啦。佢哋雖然睇得出父親嘅憂傷，但係就硬着心腸不為所動。佢哋聽到父親溫和嘅勸告，心中毫無感受。佢雖然以罪惡嘅後果警告佢哋，但係都不能改變佢哋嘅惡行。如果以利能夠公正地處理佢兩個邪惡嘅兒子，佢早應該革除佢哋祭司嘅職分，並且處以死刑。年復一年，耶和華遲遲未降下他所宣布嘅報應。喺嗰幾年中，以利有好多機會可以挽救佢過去嘅失敗，但係呢一位元老祭司並冇採取有效嘅步驟嚟矯正嗰啲污穢耶和華嘅聖所，並且使以色列千萬人敗亡嘅罪過。上帝嘅寬容竟然使何弗尼同埋非尼哈嘅心腸更加剛硬，肆無忌憚。以利曾經將嗰啲警告並譴責佢家嘅信息通告全國，希望藉此多少抵消佢過去嘅疏忽所造成嘅不良影響。但係百姓同佢嘅兒子都不顧呢啲警告。上帝痛斥那以罪孽不法之事為兒戲嘅疏忽，同埋嗰啲遲遲未發現在自稱係基督徒家庭中存在嘅麻木不仁。佢責成父母應為自己後代嘅過失以愚昧負大部分嘅責任。上帝嘅咒詛非但降在以利兒子們嘅身上，亦都降喺以利自己嘅身上，而呢啲可怕嘅先例亦都應該作為現代父母嘅鑒戒。今日嘅晨鐘課就分享到呢度，歡迎你聽日繼續收聽。